下来，我哋来看口语测验、朗读测验、散文朗读嘅部分。第散文朗读以前，我哋会有1分钟嘅时间做嚟准备。有时我哋要先留了文章导向、客家嘅提整词，还有佢嘅发音、入上诗也合顺音。嚟到诗先留佢考天出来，再来一只诗一只音，冇加也冇去减。读诗音未读诗意，也记载嘅原则，你把握好以后，当顺畅嘅、有节奏嘅，留佢读出来。比如讲，下一题，比到自家嘅空间，我兩路臨暗暝遊去18尖山行路嘅習慣，順勢也看幾看，每日行還係會有18無窮樣嘅風景。有一擺看到青島人拿定入陽機翕摩天，我咪行過去逗鬧熱，原來係50條啲鳳凰樹巷夜空做釣，拄好係釣馬同釣工交班嘅時間。釣工含定蟲嘅歸來本釣知識，揾釣馬比出去捉蟲嘅，50條釣馬出去一轉20多分鐘，有時節8點鐘就還冇歸來。也是釣子出外頭淡淡嘅，也看幾看，就像細人嘅望唔得也愛夾夾歸來共樣，幾樣嘅色彩很神奇。我也到咩頭鵝鵝嘅見看釣子，心肝都見面，釣馬讓含歸，釣子會餓壞喲。我哋皮蛋釣子頭茫茫嘅，啲嘅等釣馬含蟲嘅歸來，有一個路過嘅阿伯，小我也到，真見係一群昂釣嘅啲嘅看釣子。以上帶大家讀嘅就係口語測驗散文朗讀嘅題型，一隻詩一隻音，清清楚楚，留上韻條，念好來，相信大家都做得有當好嘅成績。